秋季也是寒田菱角成熟的季节，市府吸收农会合作举办2025寒田菱角艺术节，共同来推广优质农产。同时，也希望吸引更多游客亲身来体验寒田的人文风情，带动地方观光经济发展。在我们一个干净的田里面，生产出台湾的国宝鸟水蛭，它的所有栖息就是在我们的菱角田。那可见呢，我们这个是以生态、健康、绿色共生的一个环境。那目前呢，庄田农会呢，我们高兴它开发了很多产品，包括那个菱角排骨、菱角茶，还有菱角虱目鱼丸等等。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推广这些农特产品。那也希望大家借由那个菱角节的活动，来更是认识我们关田，认识我们西拉雅国家公园。18、19日2天，伫咧西拉雅国家风景区游客中心的菱角节，活动规划相当趣味丰富。除了各式农特产展售，还有真侪艺文团体现场演出，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农会在10月18、19号，借着西拉雅风景管理区关田游客中心办理2025菱角产业文化活动。现场除了有很多精彩的节目以外，还有美食街，还有农特产品展售。另外，农会也在自己的食农教育体验田里办了非常多的亲子共学食农教育体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来参与。总干事林定义表示，今年菱角节精彩多元，除了有各式特色农产以及美食单位展售，艺文团体有水管阿明、狗屎运爵士大乐团、样霸声友会、监狱师小螺丝表演，还有大人囡仔拢介的慢菱角体验。欢迎大家做伙来寒田参加这场结合产业、文化甲生态菱角艺术嘉年华。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